这个话题同款，真侪人伫咧话，这是福田水饺，因为一粒水饺卖1块银真出名。6月底搁再收起来，本地开伫咧高雄，因为互网友家经体闹开，搁了钱，归去甲店收起来。来到大东开店，无到1年时间，头家讲互朋友骗2亿，损失真正力。另外店面租约嘛拄啊好到期，就决定要收起来。消息一个传开了后，真侪人客拢话讲足无彩。 烧烫烫的水饺三好好起来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这个水饺一粒才干那卖1块尔，因为头家开店就是希望要照顾弱势，互大家拢会当食饱。想不到这间店6月底收起来啊！我一个朋友跑路就王八勇，他骗了我快2亿啊！我在那边损失蛮严重的。那刚好这边租约到期了，我就没有续约了。对，还有没有打算再开啊？你先回血一段时间吧。头家真无奈，互人骗2亿，加上税出客户到期，才会想要收起来。其实这间福田水饺本来开伫高雄，因为伫网络顶一直互人批评，加上了真侪钱，所以就决定搬去台东重新开店。不过店才开无到1年，就搁宣布要收起来。和本来2018年顶开的高雄店，才开4个月尔，嘛同款歹做啊。未来一粒1块的水饺，恐惊食袂到啊！来这边吃很省钱哦。是真的很省钱，也是生了4个，跟她老公2夫妻5、6个人来吃，也不用多少钱，都吃得很饱。外面要哪里找？看有没有人要订单，没有就是卖掉。为着要照顾社会开的福田水饺，因为了钱等等的原因收掉，真侪人客拢唔敢相信，嘛感觉实在是有够可惜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